大家好，有看到我们在直播的现场吗？好，那我们再等10分钟，我们的正式的座谈会就开始了，请大家帮我们按赞哦，然后转发，好，分享给你的朋友，今天会非常的精彩。我们也开放现场的转播，现场的call in 活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来call in，欢迎你点上面的连结。好，大家都有看到吗？好，大家在直播现场的，欢迎你跟我们打声招呼哦，写下你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你。让我们可以跟你说说话。目前我们有看到谁在上面了吗？有人跟我们留言吗？欢迎你对情绪的问题，或者是任何的有关情绪处理啊，都欢迎你留下你的问题留言哦。好，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有看到直播的现场的人，请你们再等2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了。那欢迎你帮我们分享我们的画面，然后告诉你的好朋友，非常难得的机会哦，在2分钟。你们有看到直播现场了吗？有，就是有听到声音吗？好。好，我们在等待的时间还有半分钟，欢迎大家留下你的名字哦。如果你在现场的，跟我们说声 hello 好吗？来跟我们说说话。哦，我看到 Kevin 已经进来了，当然我们的主讲人已经在线上等大家了哈。好。
OK，我们再等一下下，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哈。大家有看到直播的画面吗？好，所有今天参加现场call in的人，你们都在吗？大家好。在。都在。好，我们今天有安琪夫妻，欢迎你们他们，还有赵蕊。好，赵蕊也在线上，还有杨杰，还有阿兰传道。OK， 好。OK， 那大家都来了吗？谢谢大家在星期六的下午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第一次，我们第一次哦，就是直播。好，那我就开始哦。大家好，我是 Esther，今天很开心能够在这里邀请到我们国际真爱协会的总干事，在泰国分会的总干事来为我们主讲情绪的这个主题。那我们呢先来简介一下哦，我们的廖爱梅宣教士呢，她呢是台北人，那曾经为台湾学员传道会工作。那跟王新基牧师在香港结婚以后呢，他现在有2个女儿，那分别跟瑞士还有美国爱主的弟兄结婚。那他曾经呢在香港学员传道会当主任，香港浸信会神学院进修。那跟王牧师蒙神宣教呼召，前往日本7年，开荒植堂，建立了2间堂会。在泰国宣道会呢，也建立了1间堂会，还有语言中心这个语言职业培训学校等等哦，那非常的资历丰富。那目前呢，就是国际真爱家庭协会泰国分会的义务总干事，还有讲师，非常资深的辅导员。今天非常的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的王师母在线上好。不好意思哦，我们的后台人员今天参加的人要先请你到幕后。 OK， 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师母。那师母呢在就是很多的辅导经验对吗？师母有非常多的非常资深的经验哈。那师母的麦克风。大家好，午安。好，那师母也曾经讲9型人格哈，大家有机会我们下一场，如果大家有uncle 的话，下一场9型我们还有夫妻讲座跟大家预告一下哦。那非常的开心哦。那师母毕业于马圣教牧硕士哦，主修家庭事工。目前呢就读教牧博士，也是主修家庭事工。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他来跟我们谈情绪，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家里闷坏了，对吗？我们泰国明天就要开放了哈，刚刚特别跑去商场问一下，真的
明天就开放了哈，我们已经封锁了很久的时间，那大家都跑出来玩哈。以前觉得好像很好，因为封锁的时候不会塞车，今天开始塞，这个礼拜已经开始塞车了哈。OK， 那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师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画面交给师母，我们一起掌声。好，谢谢。我们这个叫做线上直播哈，也是真理堂的第一次嘛哈。对，就是S 他是完全是我们的后台的一个技术顾问啊。那我们大家都学习做这个直播哈，因为疫情的关系，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哦，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后会有 Q&A 的活动，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留言，我们会回答你。那如果你愿意露脸的话呢，也欢迎你进入我们的连结哦。那我等一下会发一个连结给大家就是上面的那个连结，我们在上面有一个连结，等一下再发给大家一次哦。你们可以进来我们的直播现场呢，就可以露脸给大家看咯。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时间我们设定哈，就是1个小时。那我们会有我邀请了几位弟兄姐妹哈，因为我们是教会举办的那个讲座嘛哈。那我们通常就是曾经受过我培训的哈，就是讲到情绪的，那他们都有不同的领悟啊，还有学习的。那我就说我们先开始呢，就是请他们每一个人来分享。我们今天有3个题目嘛。你认识你的情绪吗？你知道情绪会记忆的吗？或者是说你不了解你的情绪，那你怎么样经历到呢？或者是从别人身上你看到他们的情绪是怎么样，或带给你怎么样的感觉？那如果你说我想要认知这个情绪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呢？等一下我就会再用一个将近30分钟的一个讲座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首先呢，要先请我们刚刚有介绍几个我们邀请来的弟兄姐妹啊，就是那个苏凯丽弟兄，还有那个安琪姐妹他们夫妇2个人呢是新婚夫妇他们新夫妇呢当然很多的适应了哈，但是从一个不认识到认识，然后2个在夫妻当中的那个情绪的互动哈。那我想问一下，你们2个是先生先说呢，还是太太先说呢？你先。我先说好了。那个老公要先说的话，凯丽弟兄要脸抛出来，只看到你边。OK， 好，来，你先再出来一点点，大家看到你。OK， 好，你说你把那个情绪的感受你认为分享的、回应的。就是我觉得情绪很类似生理反应，就是有点像肚子饿了就会觉得想吃东西，然后累了就想睡觉，还有就像呼吸一样，我们不能自己去控制，就是我们就算不去控制它还是会呼吸。然后我今天就是想了一下，我觉得情绪有点像那个感觉，不是我可以自己控制的，我并不能说我现在就是要开心我现在就是要难过，然后我就会难过，没办法，都是要他自己就会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我不能去控制他，就像我饿了想吃饭，他出来的时候，不管他是开心或难过或者忧郁，我就是只能接受他，而且我不能就阻止他说你就不要出现然后就可能会因为外在一个环境，比如说夫妻相处，就是老婆做了一件什么事，我可能就会开心，然后他做一件事，我可能就不高兴，但是我并不能去控制，就是不能控制那个情绪的出现。我不能去控制的，就是就像饿了我一定要吃东西。情绪是你的老板，你不是情绪的老板。对，我不是情绪的老板，我不能控制他，我觉得他不是能控制的。他不能控制的OK， 好，那你就让你的情绪慢慢的缓和，是吧？好的，谢谢你谢谢你的回应那现在是安琪，来，安琪，你说说。
我觉得情绪就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你当下的一种状态。因为每个人早晨起来，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今天，有一件很开心的事，然后就是会很开心，然后也有的会觉得，哎呀，好像工作还没有做完，然后就会很烦躁。然后情绪也有很多种，然后我觉得情绪也是帮助，是我觉得是人特有的一种功能，就像那个机器人就没有任何情绪嘛，你让它做什么它就会做什么。然后，但是我们作为人，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情绪，让我们就是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哎，你现在的状态是开心啊，还是生气呀，还是难过啊，还是怎么样害怕呀？我觉得会给对方有一种感受，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沟通吧。好，很好。就是说，你这觉得情绪是一种的状态，心理的状态啊。那你先生说他觉得情绪呢是一种他的感受，他不能控制它。那你呢？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怎么样的呢？我也觉得情绪不能控制，但是可以接受它，疏导它。就是当有我觉得人有对。当人有情绪的时候，很容易责备自己，说我为什么会生气，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去接纳他的这种，因为作为人他就是会有情绪，这个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先接纳他，然后你的心情就会好受一点，然后你接下来就疏导他，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以及可能怎么解决。那我再问你一下啊，那譬如说你自己呢是单身的时候，你就自己得解决自己的情绪啦。那你结婚之后呢，你怎么解决你的情绪？跟你先生突然的情绪，你怎么去疏导他呢？我觉得一般就是让他自己冷静一下，让他自己冷静一下，由他去是吧？就是不要一下子就，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会一下子说，哎呀，你就这样做就好了。我觉得要控制自己想要说方法的那个冲动，就是因为说方法是我们最容易提供的，可是理解情绪却是最难的。我们都会选择最容易的那件事去做。最容易那件事情是吧？好，我们讲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啊，是很实在的啊。对，你就直接干嘛你就好啦，就是好的，我们等一下还会请你上来做回应的啊。谢谢你们两个的分享哈。那我们现在下一个呢，我们请另外一个是单身姐妹啊，杨洁啊，来分享一下她对情绪的认识啊。那我们看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她是怎么回应呢？OK， 那杨洁呢，你要把你的麦克风打开，那我们才能听到大家来听到你的回应。杨洁，麦克风。杨洁听见了吗？杨洁 OK， 没关系，有可能他的线路问题哦。我们来插播一下，大家可以点那个旁边的连结，然后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呢，进来以后呢，就可以在这里 stand by 哈。那欢迎你们进来。那杨洁姐妹，她还没有预备好是吧？那就请阿兰。请阿兰吧，阿兰传道啊。那请通知一下杨洁，她准备一下啊。阿兰，你要麦克风打开。OK， 好，来说说你对情绪的认识是怎么样的呢？我对情绪的认识也可以控制，还有就是没办法控制的状态。OK， 那哪些方面你可以控制的？可以控制的话，就是必须自己要先知道说现在自己的情绪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我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比喻吧，就是我看到一个小朋友
他已经玩得很开心，但是他要睡午觉的时候到了，他不知道说他必须要睡午觉，所以他一直就在那边会发脾气。如果是他知道说他那时候是要睡觉了的话，他就不会在那边发脾气，然后就心情很烦躁。就是很多时候我在想说，我在想说，我们都会有这样子。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那个情绪是在哪个点上。就是不知道说，现在这个情绪，刚才发生的事情，对我是有什么样的，是该怎么样去面对它吧，应该是这样子。就说有些时候是知道那个情绪，但有些时候还是抓不到说，现在该怎么样去处理它这样子。OK， 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它，处理自己的情绪还是处理别人的情绪呢？自己啊，先知道处理自己。那别人的情绪给你有什么的一个感觉呢？你有没有感觉到别人对他的情绪怎么样影响到你，还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是你觉得你怎么去处理它呢？如果是以我自己来做那个的话，我是多少是会有受到影响这个是很实际的。毕竟如果那时候对方的情绪很大对方的情绪很大的话，一定会影响。只是说你要用多长时间去把这个情绪消化掉，或许是你用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是觉得说，那我就听听他就好，我就陪伴他那样子的话，是会稍微的有一些影响啦，稍微有一些影响，对，但是不会很深的让你觉得说无法自拔，或许是不会到那个样子的一个地步这样子。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人家情绪发飙的时候呢？你无法控制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实际的来讲的话，真的是可能如果是两个人在对话的当中，可能那个音调会越来越高吧。越来越高。对，音调会越来越高，那你会怎么做呢？就是如果是到个点的话，如果自己马上醒悟的，就是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太大声了，或许是音调太高的话，就会把它降下来。对，我这个是就是说亲身经历的，就是知道说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已经上来了，然后我就知道说不能用情绪来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把它再缓下来的时候，我想当我缓下来的时候，对方也是能够听到我情绪已经下降了这样。所以你有情绪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动它呢？你是不表出来，还是生闷气呢？还是？如果以现在的词汇来讲的话，有点闷骚闷骚。对，但是呢，一般的话，我处理情绪的方式就会应该是独处吧，因为我也知道说，自己把这个情绪发出去，真的对谁都不好，因为当时的情况的话，可能讲话就一定是不好听的当下，对，就会先自己独处，然后其实我还是会就是因着我们的信仰的关系我还是会就说求神帮助我，或者说神你要我在这件事情，在这个情绪里面，在今天这个情况里面，要我怎么样去面对，对，他就会也很感谢神说，当我碰到这样的时候的话，就最多就是在那一天，就是把那个情绪就消耗掉了。是吧？情绪消耗掉了，那很好。但是你觉得情绪可以控制吗？我想是可以的。如果是你先好像有点先发制人了，就是你先知道说你的情绪要来什么这样子的话，我认为是可以控制的。你觉得你可以控制的，那你怎么控制它呢？是可以的。就是如果是先知道说他来了的话，就是要有一个意识说要飙了这样子，就好像声音越来越大了这样子的话，你要把它降下来，就是要有很理智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和说这些话，
对，不能按照那个情绪上来的那个度去讲那个话，跟对，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会去控制它了，就是 OK， 所以你还是会觉得说你的情绪，你还会可以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啊。对，我不知道一般的学识上是怎么说，我自己是觉得说还是可以把它就说当你要讲理的时候，是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拦下来这样子。OK， 好的，好，谢谢你啊。好，那我们再请那个杨杰哈上来啊。那等一下再请那个阿兰再上来啊。那现在杨杰，你预备好了没有呢？你的线路可以吗？你要把你的麦克风打开啊。好啦，你开始了哈，争取时间啊。你赶紧说你对情绪的感受是怎么样？你说说看。你听到了吗？杨杰？杨杰听到了没有？你分享啊，可以说啦，说啦，说，声音听不见，麦克风打开。我又来插播了，要请开麦克风，然后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哦，你的留言就会在上面显现哦。杨杰现在还是听不到你的声音，你需要开你的麦克风，就是有一个。我对情绪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听到了，现在听到。情绪通常的感受是觉得不是很能够控制的，然后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的反应，然后情绪是有记忆的，就好像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比如说见到狗被狗咬的经历，那长大以后看到狗就同时就会有害怕，然后所以它是一个有情绪记忆的一个过程，所以当小的时候遇到的事情，长大之后遇到相似的人或者是事情或者是物体，它都会勾起那个情绪的反应，然后其实那个当下那个东西可能对你没有伤害，但是由于情绪有记忆，所以就会觉得就联想到小的时候的那个不好的经历，然后就会有这种马上的应激的反应。那情绪的应激的反应当中的话，它又分了好几种，就是应激的反应。那第一个就是否定我没有关系，没有这回事，然后另外会合理化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什么什么的原因，然后并不是它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给自己一些理由能够来说服自己，然后另外一些就搁置我不要去想了可能明天睡一觉就好，但其实这个都在那里，就是情绪的感受，可能到一定的点的时候就会触发开关，然后就突然就爆发出来，也会有就是就是移到别的一些情况上，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可能受到上司的不好的对待，但是不敢去对抗上司，然后回到家看到孩子在那吵闹做作业，然后就怎么还不会，然后就对孩子发脾气，就是这种就叫置换。所以我是觉得情绪是常常都在我们的里面的，是时常的，是没有意识的，然后随时都在发作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什么时候才发觉到说情绪是有记忆的呢？是当我自己去就是当长大之后，然后有一次是参加一个也是一个讲座也是关于情绪的讲座，然后才发现原来我现在的很多的行为，我现在很多一些的思想都是受我小的时候的那些情绪记忆的影响，然后甚至那些情绪记忆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感受，就是就会觉得哪里好像很紧我一紧张，其实我并没有紧张，但是我都会觉得我的胃是在收缩的一个状态，所以那时候去体会我的情绪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很多的时候我都是在压抑，或者是说我并没有去正视它，然后它其实都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应激的一个反应，遇到事情。那有没有人说你的情绪呢还没有发之前，你的表情都出来了？
有，小的时候，原来我常常会觉得别人就说啊，杨姐你的情绪都是写在脸上，因为我自己并没有感觉啊，我觉得好像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是开心的，别人就已经看到我脸上好像有一种很忧愁或者是很生气的感觉，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我没有那么生气呀，但是别人就会已经给一个反应，就觉得啊，你就是一个很爱生气、很爱嫉妒、很爱怎么样的一个。然后我自己其实觉得好像还好啊，但是别人已经被别人读到。事实上就是说你内在的情绪别人不知道，但是你的脸上已经通知人家说你已经有情绪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对 ，OK， 对，是。好的，好，谢谢你啊。好了，我们刚刚有人提问了，内在情绪是不可以控制的，外表出来是可以控制的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留言，或者是提供你的问题啊。那我们谢谢刚刚几位哈，他们的表达，他们个人的体验，个人的领受哈。那我在想说呢，我们还有谁要来讲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来用短短的30分钟呢，来用一个简单，因为反正这个课程呢，这个情绪的讲座呢，可以好几个小时的啊，所以原则上我们就是先用30分钟啊，先点一下，告诉大家情绪跟你我跟他啊，我们叫做今天主题就是情绪你我他，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的啊？那因为情绪是跟我们出生就有的啊，娃娃一出生。医生打一下屁股，就哭了，那就是嘛，也是一个情绪的发表，对不对？我们一出生就有这个哭的那个表达啊。好，那我们来看哈，再看看这个我们来看看我的那个投影片哈，请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如果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你们看到一些东西的话，你们可以回应的啊，可以回应的啊，那我们就来看看一下啊。那等一下我们还有人要分享的话，我们等一会再请他进来啊。好，大家有看到我的那个荧幕吗？就是投影片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讲到说情绪呢，你我他。那我们这是真理堂第一次这个线上讲座的一个方式。那因为我们过去呢将近1个多月的时间呢，我们教会呢是在主日是用直播的，线上直播的啊。那我们周间的查经呢也是用线上的查经。那既然说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都不能有任何的一个实体上的聚会嘛哈。为了配合政府的要求，还有我们为了保持大家身体健康的关系哈。除了这个说在外头你要社交的距离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保持大家身体健康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尽量采取用这种的线上直播的方式哈，来跟大家来分享啊。那这个你们可以看到呢，你们看到这个图画，我这个封面的图画，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哪一套片子我们这个台湾人或者香港人呢，取的名字都脑筋急转弯啊，就讲到一个我们情绪在我们脑里头的一个发作哈。但是我先我们现在用一个简单的时间来想想，就是说，情绪跟你有什么关系？情绪会带到什么东西呢？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表达呢？那我再问你，现在下午3点多了3点半的。可能爱困了，还是说你现在在我们线上听这个讲座啊？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How do you feel today？ 你是开心吗？你是哀伤吗？还是你害羞呢？还是你很兴奋呢？还是你很抱歉呢？还是你很骄傲？还是你很尴尬？还是你很生气？还是你有内疚？还是你说很惊喜？还是你很害怕？还是你没有耐性或者是嫉妒或者是开心那或者是我很受伤了，或者是觉得说我是被爱的那一个，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呢？那可能每个人心情不一样，但是我们华人我做过一些的讲座问了很多华人，特别是男性对不起我这么说男性的表达情绪呢，那种心情呢，通常就说还好啦，还可以啦，开心啦，不开心，就这么简单那
女孩子呢，姐妹们呢比较多有情绪的一个形容词比较多啊，但是如果说比较感性的人，她的形容词更多的啊，所以等于说问大家，你想想看，人家问你感觉如何，心情如何，你通常用什么话来回答人家呢？那如果说来来去去那几句的话，就表示说呢，你对你这个情绪、心情表达方式呢，词汇呢是不足够的啊。但是我今天不是教他怎么样去讲你情绪的一个形容词，只是跟大家讲情绪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认识何谓情绪啊。情绪是什么？那什么东西会引起你的情绪呢？好，我们说呢，刚刚有人问了，情绪跟感受跟情感跟心情有什么不同呢？那情绪的话呢，我们英文叫做 emotion 啊，然后感受是 feeling。那很多人年轻人会讲说，Oh, I'm not feel good 啊，我 feel high， 就是说你感受当下的感受啊。那个情感啊，有什么东西影响到你的情感的表达？还有呢，你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你的 mood 好不好呢？哈，那我这边有个解说名词啊，你们来看一下啊。情绪包含了什么？事实上，情绪包含了感受、情感和心情。那情绪是指着我们心情和情感的状态啊，我们的状态哈。刚刚有一个讲嘛，就是说安琪就讲了，对不对？他就讲到说，情绪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对不对？啊，那情绪指我们心情跟情感的状态。那感受是什么呢？感受是体验这种状态时所得的感觉。等于说你从外界影响到你，然后你里头的内部的身体的反应，那个感受出来。譬如说人家爱你，人家送你一朵花，那你收到那朵花的话呢，你会怎么样呢？哦，好像被爱，这是感觉，对不对？哈，就是被爱的感觉哈。那个从外界来给你的影响啊，你去体验到啊。那比如说有人送你一个巧克力，那如果你不喜欢吃巧克力的话，你说你干嘛？你要让我吃到胖啊？那种感觉，或者是你吃哦，我好喜欢巧克力哦，那是你的感觉啊，这就是一个感受的一种表达哈。那何谓情感呢？情感是原始情绪的反应，指引人为的倾向。譬如说，人家关心你，人家呵护你，你就会向这个人去。如果你喜欢那个人，你就会向他表达你的情感。那如果说那个人给你这个献殷勤，你不喜欢，你不见得会向他，你就会掉头走。好，这是一个情感的一个你内在情绪的反应。那指引你要不要向他去，还是不要向他去，背他而去啊？那心情又是什么呢？心情是形容人的身体跟心理的状况。你的心情，有些时候人家说啊，刚刚杨姐说，他表现出来，他的脸部呢，很容易让人家看到他的情绪的如何啊，他的身体会显示出来。那或者是心理呢？身体有些人是生气，但是呢，或者是人家激怒他，他不表达出来，但是他的身体有运作了。他的身体有人是胃痛，有人是头痛，就是一种心情影响到他身体的状况啊。所以我们就说情绪包括了感受、情感跟心情啊，这是大家先了解一下那个区分哦。你问他说你情绪什么？情绪包括很多啦，包括你内在的你的感受。然后你里头的感觉是什么？还有你对那个人的情感又是怎么样表现？还有你现在的状态，你的心情又是如何啊？好吧，这是大概讲一下了。那我们说人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我这边有个定义啊，人的情绪呢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我们出生就有个情绪，每个人都有情绪的，没有一个人说没有，除了什么？机械人，就像我们刚刚讲姐妹讲的，机械人但没有情绪的当然了，现在科学家正在制造说让那个机械人有情绪那但是都是要外来加上去一些软体的嘛但是呢，我们讲人类人的情绪的反映出他对外在环境的评估，就像杨姐刚刚说的有人呢小时候被狗咬，所以呢他看到狗呢是怎样远远避开它。或者是有人小时候被蛇咬，一看到蛇呢，
就躲它3寸。那有人是看到蟑螂就会尖叫，因为他被蟑螂吓到了。等于说这个是外在环境的评估，他会做什么的反应啊？做什么样的躲开呢，或是去踩它？那我从来没有被蟑螂吓过，所以我看到蟑螂的时候，我第一脚就是踩它，不然的话就是拿报纸打死它。这就是我们个人他从小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反应，所做出来一个评估来做一个回应。那情绪是什么呢？情绪是人际关系上行动的倾向，企图维持或改变我们跟环境的关系。譬如说，现在就是新冠状疫情的关系，那时候你说你要有人戴口罩，对不对？我们常看到新闻啦。当我们亚洲人到欧美洲去的话，以前呢现在他们开始比较尊重了，他们自己也戴口罩了。如果你戴了口罩，我们看到新闻有人戴口罩，那欧洲人啊、美洲人啊，他们就会打那个戴口罩那个人当然他那个情绪的发表，他想来改变那个环境，想来让那个人不要戴口罩，或是让那个人觉得说都是你们害我们的就是有这种情绪的表征。不然的话莫名其妙都不认识他，为什么会打他呢？莫名其妙为什么要他推他呢？那就是说他里头有害怕，那是上他的情绪的那另外外在环境对自己所关注的自动评估嘛，譬如说我们到哪里去会戴上口罩，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环境对我们不利。那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戴口罩，跟着要人家保持社交距离，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交距离是安全的，如果跟他没有社交距离的话，我里头会有害怕。这就是外在环境在影响着我们的所以你看看我们每天的生活呢，情绪在那里动的，你不察觉而已。那还有呢，情绪是帮助我们去适应那个环境，求生的功能，对不对？我们刚才讲到嘛，为什么大家要拿一瓶那个消毒酒精在手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水洗手的时候，我们要用那个消毒酒精来帮我们洗手，就表示说我们不要让那个细菌连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求生的功能。等于说情绪让我们有这个感觉的还有呢，管制我们内在的目标跟沟通的动机。譬如说我们去到银行办事，我们去买东西，我们就要好就会赶快拿好我们的口罩。我们跟人家讲话没关系，但是我不要让他的口水碰到我们就要碰到他。所以等于说这个是有我们内在的机制，防卫机制。我们每个人情绪都有表现出一个防卫机制的影响的我们跟人家的互动还有呢，第4个，社交联系的基础，不断的我们情绪不断会提供信息告诉我们社交的维系。因为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害怕，但是呢我们要保重自己，我们要跟人家有一个社交的维系，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就是说是这样子。但是呢情绪不当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影响我们的 EQ 就是说我们跟人的互动，我们的情绪能不能控制的好。刚刚我们讲说有些人说情绪可以控制，有些人说我情绪不可以控制，那到底可以控制还是不能控制呢？我们等一下来说好，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一页我们就开始停在这儿然后下一章你认识情绪又是怎么来的？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杨姐有讲到说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的对，大脑跟情绪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可以控制情绪，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情绪，也不认识说情绪从何而来的话，你就不晓得怎么去控制它了那你说原始大脑那是本性，就是生理上的需要受到刺激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说冷？那你为什么会说热？因为你感受到空气，你感受到天气，所以心里告诉你冷了要穿衣服，热了要脱衣服。所以我们原始的大脑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冷跟热是一个情绪的表达嘛，也是身体一个功能的告诉你的那中层的大脑是怎么样情况呢？就是心理的情感需要受到刺激，就会有动作，能不能忍住动作？心理的情感就刚我们讲嘛，有人送一朵花给你，如果是男女朋友，男朋友送给女朋友一束花，玫瑰花99朵花，你收到之后你会有什么动作呢？Honey I love you， 这是会有这样的动作的。那如果人家拿一把刀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害怕了，
你要往前冲，把刀拿过来呢，还是你逃呢？就是说这个大脑会控制你的心理的个情感要怎么样的反应啊，这就是在影响着我们的啊。还有我们的外层大脑是包括什么呢？具压抑功能，有理性的系统，记忆系统，可以忍住冲动、欲望和需求的表达。譬如说我们讲说比较，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也觉得很难过，也觉得很可恶啊。有一个忘了哪个国家哈，那有个护士，她是在这个前线工作的，她是专门在帮助那个新冠状病毒的一个医疗站。那还那天很累的时候呢，那时候交通工具他没有车，他没车的时候，他就去坐那个公共交通工具。他在那个交通公交车巴士站等车的时候，等了好久。结果突然来一个男性要强暴他，他告诉他说：“我是护士，我在做这个东西，请你不要来对我这样。”但是他还是强暴他了。那从两个角度来讲，这个护士呢已经告诉他说：“请你不要做，请你忍住你的冲动，忍住你欲望，忍住你的需要，你不要对我强暴。”但是这个男的后来查得出来，就说这个人是外国人哈，不是他们内国人，有点是难民的身份哈。那他不管，他无法控制他的冲动，他无法控制他的欲望，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他当然后来他被抓了哈。所以等于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心理会影响到我们的情感，也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个欲望的一个需求的表达哈。所以等于说大脑跟我们的情绪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给大家了解一下怎么样认识你的情绪哈。那我们的情绪有怎么几种呢？事实上有很多种，我们华人讲七情六欲嘛，对不对？七情嘛哈，喜怒哀乐，还有呢悲恐惊，开心、生气、愤怒、哀伤、快乐，然后悲伤，然后很恐慌，还有很惊吓，对不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处境都会让我影响到我们情绪的感受，情绪的表达。好，这个就是说我们情绪的种类起码有这个7种了啊。那我们来看看说对你来讲还有什么东西会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呢？那我们来看呢，因为我们是教会，所以我们会告诉他，我们来认识情绪的时候呢，我们从神那里来认识情绪。圣经说什么呢？神说出神情绪的表达，神有情绪的。神的喜悦的情绪是什么？他看到他就称呼说，耶稣基督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他讲到喜悦是一个情绪的表达。那愤怒呢？神的愤怒在哪里表达出来呢？他是对人的犯罪偏离了真道，神表达出愤怒的情绪啊，还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愤怒的情绪了。那哀伤呢？人对神的叛逆，离弃真道，转到拜人所造的偶像，神呢有哀伤的情绪。那担忧呢？神的担忧情绪是什么呢？人的罪也令神担忧。圣经说他们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所以你看这起码神的情绪有很多种的但是我们举例这4样：喜悦的情绪、愤怒的情绪、哀伤的情绪，还有担忧的情绪。那我们说神创造人，他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所以呢，既然神他有情绪，他造我们也让我们有这个情绪，所以你不要忽略你有情绪的，每一个人都有情绪的，没有人说他没有情绪的，除非说他的大脑有个部分丧失功能了，他就没有情绪了。但是呢，还是有的啊。就像我妈妈中风了，她是左边不能动，但是呢，她还是有表达情绪。她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她有情绪的哈。那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情绪也很多啊。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大概的把他情绪做出来。你可以看到耶稣呢，在圣经里头呢，这整个新约圣经里头呢，4个福音书里头呢写了很多，还有其他的书信啊。耶稣有表达他愉快的情绪，有表达他愤怒的情绪，也有表达他悲伤的情绪。
忧愁的情绪、饿了情绪、受苦的情绪，还有他体恤人的情绪，他怜悯人的情绪哈，这耶稣的情绪也很多的哈。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慢慢的去来探讨这个部分哈。那我们说呢，情绪的功能代表什么呢？情绪功能不是说我们说情绪呢，不是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它啊？那我这边就稍微把那个情绪的功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情绪是自己内在的信号，告诉我们，有时候你要常常想一想，你有情绪的，只是你忽略它而已。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我希望大家去正视一下你内在的情绪。事实上，内在的情绪是一个给人家的信号。你讲话的语气，你讲话的口气，别人听到你是生气还是开心的，你别忘了啊，你的口气、你的态度、你的脸部的表情呢，人家会看得到你现在是开心或不开心。啊，这个是内在的信号，向人家叙说的哈。还有第二个呢，情绪是帮助人迅速的组织适当的行动。就刚刚讲嘛，你看到蛇了，你立刻要做什么？有人立刻去拿个刀要砍它，你手上没有东西的时候，你当然什么样？要赶快跑啊，越跑得越快越好，免得蛇追上你，是不是？我们就迅速组织适当的行动，甚至看到老鼠，要么你就赶快跑，要么你要跑到哪里去，你就会采取行动了嘛，是不是啊？还有呢，情绪的时候呢，像我们有个姐妹，曾经我们在教会的厨房在洗碗的时候，她突然看到蟑螂，她没有看过，她怕了，因为那蟑螂会飞的。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的害怕呢？他用尖叫的啊，蟑螂来了！我们还以为老鼠，他说是蟑螂飞在上面，所以他立刻用声音表达他的害怕，迅速组织适当的行动啊。还有呢，情绪持续侦查跟他人关系的状态。如果情绪你比较掌握自己的情绪的人呢，你会感受到别人的情绪的时候，你会处理自己跟这个人。如果他在发飙的时候，刚我们讲嘛。阿兰传道讲说，人家发飙的时候，他要怎么做啊？他就会慢慢让那个人冷却一下，是不是？那情绪会持续侦查我们跟他人的关系状态如何，他的声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表示说他快要爆了，那要怎么样？不要再刺激他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常做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还有呢，第四个，情绪评估事情的进展是否顺利。有时候情绪会告诉我们怎么评估我们正在做事情的情况。如果事情做的不顺的时候呢，我们的音调可能会高起来，怎么还没有做好啊？这就是我们的表达了。那还没有做好，那表示我们内在的情绪是什么？有点不高兴了，有点不耐烦了啊，就会表达这种那个情绪出来的啊。还有呢，情绪会显示他人的信号，别人的信号告诉我们他的情绪状态现在是如何哈，所以等于说，事实上情绪的功能有那么多种哈，所以呢，大家可以正式的去看一下我们的情绪是对我们是怎么样的影响。事实上，情绪是影响我们，但是情绪也是一个功能，也是帮助我们去向人家发信号，或者是怎么样帮助保护我们自己哈。事实上，我们的情绪对我们情绪的一个内在的防卫机制的啊。好，那情绪在大脑的运作又是怎么样呢？情绪是被我们的神经系统主导，情绪跟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关系的。当我们的一个针刺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你会叫什么啊？好痛哦，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神经被刺激到了，那我们就反映到我们情绪说好痛哦，是不是啊？那或者是说你不小心提东西，那东西太重了，你放下来压到你的脚了。你立马就叫啊，我的脚被压到了，然后就说啊，好痛哦，是不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告诉我们，我的脚被压到了，我要痛了，我要叫了，懂吧？这个就是一个神经系统的主导啦。还有呢，情绪往往在我们的认知之外，就刚我们凯利弟兄讲的，我们无法去控制情绪，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情绪出来就出来了。来不及控制它，超越我们的认知的之外，对不对啊？那我们当然要学习啦，我们的情绪要去学习认识它，那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适当的管理它，
我们情绪不是说要压抑它，我们要管理它。以往我们的华人就说有些不好的情绪我们不要表达出来，不然就北理了，我们要压住它，那这是不健康的。我们要去管理我们的情绪，很重要的啊。好，来，情绪的感应呢比语言的资讯更快，对不对？当你护士拿一把针要插进去的时候，你看到针已经开始叫，预备要叫了。你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你的感觉已经说针来了。所以我们的情绪的感应已经告诉我们全身啊，有针要刺进我的身体了，但是我还没有讲出来，直到插进去之后反应出来说，哦，好痛，针已经插进去了。懂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情绪在大脑的运作是有这样的一个走的一个路向啊，所以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哈。好，来，哇，你看这个情绪种类多，情绪种类的表情多少啊？我们也只不过说我们没有去看到每天拿镜子来看我们啊，我现在的表情是这样子的啊，你看呢，我这边有几样情绪的图表啊，起码有几样，2、4、6、8、10、12、14、16、18、20啊，7种有40种。40种，你看40种的情绪种类的表情啊。如果说我们把40个人来表达，叫他表达不同的情况啊，我好累啊，那我才不管你呢啊！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还有我们眼神、我们的表情、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嘴巴都会表现出我们的情绪的啊，只是你不察觉啊。哪一天你自己对着镜子看看，表达一下，对着镜子看。我开心的样子是什么样？我生气的样子是什么样？对照镜子，你就可以知道你市场有很多种，要不然你就自己拍一个 video， 你可以了解你在不同的情绪里你会是怎么样的。好，来，那我们现在讲到一个很重点的地方哈，就是说基础的哈，这是我们学过的基础的一个部分哈。我们就说情绪呢，我们有两种自我的观念，这是我们上次呢，我们有请一个讲员来讲的上周课的一个情况啊。2种自我的观念，意识到个人生命的性格特征跟情意结哈。第一个是弱的我跟坏的我。那弱的我是什么意思呢？弱的我是过度注重关系，他的注重是人际的关系，所以他的情绪的表达是脆弱的，不能独立的，缺乏安全感的。不能活出自己，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感受，怕失去关系。但是坏的我呢，是属于过度工作。他就情绪里头呢，他为什么要过度工作？因为他说，如果他不多工作的话呢，他就没有价值，他是一个失败者，他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怕被拒绝，怕被耻笑哈。这是2种那个情绪的自我观念。个人意识生命的性格特征跟情意结啊。那我们刚刚讲说情绪，我们每个人用情绪来表达我们的防卫机制、防卫的模式。那弱的我的防卫模式是什么呢？刚开始他表现出来是悲伤的，但是他内在是愤怒的。他外表是悲伤，但是他内在是愤怒，内在是恐惧，还有焦虑。但是坏的我呢，他给他感觉是愤怒的，但是他内在是伤痛的，伤痛、羞愧，然后才分出来。弱的我就说，听他讲哇，好可怜啊！但是他是悲伤，但是他觉得说里头很生气，为什么那个人导致他这样那么可怜？内在有那种的愤怒哈，原始的一个情绪在里头的哈。所以我们就说，每个人都有个自我防卫的模式的哈。那我们还有负面的感觉跟烧尽的感觉，自我质疑或者是自我膨胀。弱的我呢，我们刚才讲弱的我太过度注重关系，以自我质疑来维系弱的自我观念，停留到负面的感觉啊。那坏的我呢，是过度的工作，以自我膨胀来维系坏的自我观念，停留到烧尽的感觉哈。所以呢，这是新的观念，可能大家没有看过，但是我会给你介绍2本书啊，因为我今天就差不多用30分钟，也快要结束了。然后要给大家Q&A 啊，你要问问题，然后我们回应，然后我们其他人都可以来分享啊。那我们这是今天第一次敞开啊。那另外呢，就讲到是自我观念，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嘛，那我们要去了解说我们的灵性跟心理的整合，来了解缺乏合一的界限。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大家互动的关系，
或者是在我们的一般的原生家庭里头呢，我们通常呢都缺乏一个界限。弱的我呢，因为太过度注重关系，所以他的界限，人际关系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常常活在别人的愤怒的恐惧当中。OK， 那另外一个呢，坏的我呢，他是过度工作，界限太坚固，太容易让人家进入，活在孤单恐惧当中。有的是或者我是界限模糊不清，坏的我是界限太清清楚楚，所以就帮你划定界限了，你不要过界。但是弱的我是你过界没关系，等于说没有我啦，懂吗？所以等于说每一个人他要清楚明白的哈。那在这里呢，是常常看见的人，他们内心会表达这些东西，或者是他内心没有说出来，但是他在进一步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可能有这些的形容词了。联系在非适应性情绪的摧毁性的信念，负面思想，经常对自己说负面的信念。你有没有这样说呢？你有没有说过说我很笨？你有没有说过自己很丑？你有没有说过大家都不喜欢我？你有没有说过我无才无能？你有没有说过我很寂寞？然后想，哎呀，别人都比我好，或者是说，哎呀，我必须隐藏我的缺点，不要让人家看见。哎呀，我很害怕，不想让别人知道。或者是另外一个，你会讲说，我一定要做的比人家好，或者说我无用，哎，做什么都没用，还是说，哎呀，我很穷啦，一生就是穷的啦，或者是说别人看不起我，我很懒，我不孝顺，我没有爱心。事实上，这些呢，都是我们对自己说的负面的信念。那你是有没有用这些话来讲自己呢？事实上，神说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独特的，在他眼中我们的是宝贝的。事实上，这些负面的信念呢，可以求上帝帮你拿去。好，你可以慢慢的学习，上帝创造我们，他是看我们是美好的，只是说我们出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亚洲人呢，很少会去讲到这个情绪感觉。有时候我小时候我要哭的时候，我爸爸一定跟我讲说，哭什么哭，把眼泪收起来，把鼻子收起来，鼻子怎么收，把鼻涕收起来，就说不能哭。所以我小时候不敢哭，一哭就被骂。那我就要说好，爸爸说我不行，我是苦瓜脸。所以等于说把那个情绪一直跟我讲说，情绪是不好的，情绪是负面的，情绪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观念影响到我，直到我18岁信耶稣之后，我才知道说啊，以前的教育呢对我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从神那里，从耶稣那里，从圣经那里学到怎么样面对自己，怎么样看自己上帝眼中的宝贵的我，重新建立自己健康的我。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情绪，你怎么样去认识你的情绪，今天只是一个点点的30分钟的课程哈，我们稍微讲座一下。事实上这个课程可以用5个课程来讲的啊。那这是今天给帮助大家了解我们在说些什么哈。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要给你们介绍这2本书。这2本书呢，第一本书呢就是讲情绪有关系。那这本书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叫古伦神父哈，很有名的啊，在台湾出的书啊。他也曾经到台湾去讲这些课，他就用那个耶稣在雅各井旁边转化情绪跟人我关系的16种深度的对话啊。我们真理堂上次有查到啊，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说话，他的过程从水讲到她的丈夫，讲到敬拜神的地方，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些的情绪的。我还有一本书叫做《耶稣的心理学》啊，事实上呢，耶稣在跟人家互动的关系当中呢，他都兼顾到人的情绪的，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去查考。事实上耶稣也知道我们害怕，所以你看耶稣跟那个门徒呢，他在水面上行走，彼得怎么样？他们看到耶稣以为看到鬼，他们就害怕了。你看这是情绪哦。那耶稣赶忙讲说什么？不要怕，是我，不要怕，我与你们同在。你看他叫他不要怕，你看耶稣有情，会懂得怎么样关心我们的情绪的。好，另外一本的书呢叫做《情绪4重奏》啊，就是我讲的这个是葛林卡那广东话啦啊。葛博士呢他写了一本书哈，
那如果在泰国的弟兄姐妹想要买这本书的话呢，我们真爱呢真理堂呢有他的书，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那我们有这边帮他代售的哈。那情绪有关系呢，你们可以上网去订购的了哈。好，那我的时间到此呢，我现在把时间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 Esther。好，交给你了。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呢？主持人，你的麦克风没打开，自己忘了开麦克风，非常开心哦！听到师母讲的这么精辟的、深入的，去更认识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刚才呢，还有一个姐妹她在线上，然后她还没有进来，是赵蕊姐妹哈。那就是他等一下有优先权哦。那现在呢，我们开放现场可以问问题。如果你们有收到连结的，或者是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写下来，我们帮你回答哦。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请赵蕊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我们的现场呢，已经有提到有一些问题哦，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负面的情绪呢？然后呢，就是如果外在的环境人事物刺激我们的话，我们当下应该可以做哪一些步骤？是不是有哪一些步骤可以让我们可以先暂时放下呢？那我们可以请师母来回答。那我们现在先把画面交给师母。OK， 好，我来说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情绪的表达呢，如果说你要怎么表达你的情绪，我们表达情绪呢，要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表达因为我们如果说没有去好好的整理它，我们说情绪是可以管理的，就像上我们基督徒讲的一样，耶稣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被圣灵来管理我们的情绪，所以说情绪是可以管理的。那怎么样去帮助自己来操练一下呢？事实上呢，第一个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说，你们可以用语言来形容你的情绪。你可以看看我们可以刚刚讲的，就是说不同的情绪。譬如说，你有配偶，你跟配偶讲说，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样？或者是说配偶要帮助你的先生，特别是先生比较少有情绪的形容词所以呢有时候配偶可以帮助他是说你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呢？那如果他说开心，那是怎么样的开心法呢？不然他就想说我现在就是这样啦，还好啦。什么叫还好呢？当然不能骂他啦。那你说好，我给你3个名词还好，你现在是还好是很开心呢，还是很兴奋呢，还是很满足呢？那你选一个吧，3样选一个。那这样子的，慢慢的这个情绪的一个形容词呢，就可以他就可以慢慢操练出来了。大家也知道我常常是开玩笑王牧师在的时候，王牧师跟我结婚的时候，他不懂得表达什么情绪，他只是说还好啦，没问题啦，就这样啦。我说什么还好啦，没问题，就这样子啦。那我就说好，那我给你3个形容词，你还好是怎么样他就选一个。那怎么样？那我跟我女儿讲说，帮爸爸用一个形容词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后来呢，王牧师呢已经开始懂得用什么形容词来表达他的情绪的。事实上那个情绪的表达呢，我们可以练习的，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你怎么学习呢？我觉得第一个，你有情绪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写日记。我以前也是很容易发飙的，我很容易生气的，很容易乱骂人的后来我爸爸说我不能这样做，后来我自己就写了日记。那我把我的情绪用日记写出来之后呢，我再看回我自己的写日记的时候，我就看原来我那个情绪背后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生气，为什么会发怒，为什么会对那个人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用语言来形容感受的重要性就是帮助明白自己的感受跟需要。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写日记呢可以帮助自己认识自己，还有呢帮助自己减低情绪的困扰，还有帮助沟通，增加别人对自己的明白及接纳。有情绪的人，特别是有配偶的，当你有配偶有情绪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压抑他，
第一个呢，我们要去接纳他的情绪，因为每个人的情绪都很主观的，他的领受跟你的领受不一样。还有呢，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讲9型人格的时候呢，9型人格的终极呢，就会开始讲情绪了。你再怎么样去疏导你的情绪，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表达的情绪是有所不同的啊，我们就不能完全笼统就说啊怎么样去做。但是呢，疏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往这个自己找一个方法，譬如说我的情绪会伤到人的，那你就要离开现场，先处理你自己内在的情绪之后，整理好了，你再回到现场。那负面的情绪呢，是我们讲说负面情绪呢是要学习怎么样把负面的情绪转化成正面的，跟我们的价值观很有关系的啊。你要从圣经里头去认识啊，对人的认知，还有对人的接纳。为什么有负面的情绪呢？因为我们本身的原生家庭成长了，我们的父母可能都是给我们一些的负面的情绪是不好的。事实上呢，情绪呢，你说有正面跟负面，但是呢，负面的情绪并不表示说不好，负面的情绪是因为我们受伤了，那我们会有反应了。那反应的时候，你要先了解，你那个负面的情绪是外在给你的伤害呢，还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有这样的内在的负面的情绪？先找出它根源啊。那搞出根源，那我们只能接纳，我们要完全接纳自己，而且配偶呢，你也要接纳，或者是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去接纳别人不同的情绪。但是呢，我们要告诉他，你的情绪可以控制的。控制的话不是压抑他哦，控制的意思是说要去管理他，怎么样调试他啊？就是说，只有接纳自己困扰你的情绪的时候，你要接纳自己，先接纳他。第一个要先接纳他，第二个呢，你接纳完之后呢，你才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要去认知说，那个情绪是属于防卫的情绪吗？防卫的机制吗？而且呢，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怪自己，所以你要先分析一下，你这个情绪是来自何方，是什么人引发你会有这个情绪呢？然后呢，你要对你的情绪说谢谢你，你跟你的情绪说谢谢你，那我可以发觉到自己这个部分，那我要怎么样去处理它？我这个情绪会影响到我的身体吗？会影响到我睡眠吗？会影响到我的压力，带给我一些的压力吗？啊，等于说你要去分辨一下啊。那我们说情绪是要被接纳的啦，啊，不是去发泄，不是去忘记，而且不是去控制，乃是要去认知这个情绪是什么，这个情绪影响你有这个情绪是从何而来的，从哪个人来的呢？还是发生事情导致给你的呢？还有呢，你要去了解你情绪影响你身体的反应跟感觉。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呢来做这个测试哈，那我希望我们下次哈，我们再开第二堂的讲座，可以来给大家测试一下你的情绪。还有呢，那个情绪带给你的压力是什么啊？这些都是要的。我们就要去了解、感受情绪的源头，然后去接纳它。那你需要找人听你讲，或许你来找我帮你辅导也可以的啊。OK 吗？免费。太好了哈！原来我那个平常发脾气这些都是可以的，可以被接纳的这样子。被接纳的，没错，只是要知道你的发脾气从何而来的。谢谢，非常感谢师母。那我们赵蕊姐妹已经在后台等很久了哈。OK， 那好，我们请赵蕊上来一下啊。请赵蕊。哎，赵蕊，好，你说说，你刚刚应该是说你不要先听我讲，那你先说。现在你听我讲了啊，你要说 OK。那你说说你自己呢对情绪的认识如何？师母，我其实会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哦，问题等一下再问，你先回答我问题。你对情绪的认知，情绪对你来讲是什么？或者是说你从小到大，你感受到那个情绪怎么样？我觉得情绪对我来说还是蛮会影响到我。
而且也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吧。所以这个是我就是因为我会有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我会有选择性，就是我会有，就是就是那种，就是这应该怎么叫？就不由自主的压抑自己的情绪，然后还有不由自主的会选择遗忘自己不高兴的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其实一直是在我心里的，但如果你突然间让我想，我可能想不起来。但是这个东西会通过我身体的健康去告诉我，我心里是有这个东西的。所以我想问您的是，有没有办法把这种情绪调出来，然后去释放这些情绪？可以的，我们要找时间帮你做。我们约个时间帮你做，你疏导你的情绪，找出你情绪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它是挥之不去，还是塞住了出来了，还是不能通了？对，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是堵着的，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我很明确能感到我心里有这么一个东西在堵，所以我想特别高兴的时候吧，我又不能真的很嗨起来，但是我又想特别伤心的时候吧，好像这个东西会更伤心，然后它就一直堵在那儿，所以就很难受。就听完您今天讲的这个以后，我就突然间想到这个。OK， 那你开始要写日记了。写日记，杂记。好吗？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写你今天心情如何啊？把我们的日记不是记那个流水账，我们是记你今天的心情如何，叫做情绪的日记，你的感受的日记。你今天受到某些人的话语影响到你什么？他那一个话语，他那一句话刺激到你什么？那表示说这一个话语呢，就成为你情绪的按钮，可能就在你的记忆里头，要去处理那个部分，懂吧？啊 ，OK， 明白。好，等于说你写那个情绪日记，然后呢，下次找时间呢，我们来安排时间谈话，可以吗？OK， 好，谢谢你。OK， 好的，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看到说，因为这个情绪呢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每个人呢都有情绪，没有一个人没有的。那为什么我们那天我们就谈到说，我们真理堂要来做这个讲座哈？那因为我们在做家庭事工哈，我们就发觉到，我们就留意到，这个疫情来到了，为什么应该是说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 ，stay at home。但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啊，家庭时间嘛，平常都没有，想要争取都没有了，那就变成说大家都回到家里头了，啊，先生也不用上班，不然的话就是说 home office 在家里上班。那妈妈呢，平常也没有先生在家里陪她，然后妈妈也很开心，先生应该开心，先生在家里帮忙啊。然后孩子呢，平常家回来都不回来，然后现在不能去上课也回来啦，所以爸爸妈妈孩子都在家里，整天24小时在家里，而且1个礼拜2个礼拜，现在1个月2个月，整天都在一起，应该是很开心。但是反而引起一个家庭问题，很多地方很多的国家显示说，这样的疫情关系导致家庭问题、家暴问题产生，所以有些的很多的国家呢，都要为这些家暴的家庭呢找一些居住的场所，让那些被受害的家暴呢受的人呢把他迁出去，让施家暴人分开。所以你看，疫情来到也影响家庭的问题，甚至有人在疫情来到这个家暴问题产生之后呢，还有呢制造了很多不是婚姻美满，而且是制造了离婚率的上升。
但事实上在这种整个过程当中呢，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去处理相处在一起那种情绪的正确的疏导，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情绪是在牵引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牵引着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也牵引着我们跟亲子的关系哈，夫妻关系。所以我们就会注重说，既然神要祝福大家，那神是了解的，神是有情绪的，他创造我们，我们也都有情绪的，只是我们从来不去触摸去谈论这个课题啊，这个课题是蛮大的啊，也是需要被注重的哈。所以我们相信呢，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呢多一些探讨啊。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课程不错的话，还想再继续听的话呢，我们可以安排下次第2次的讲座，有关情绪的部分啊，那你们就可以留言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课程还可以增加的话呢，那你就在那个留言上面说我们需要再增加，那我们再增加追加。OK， 交给主持人。OK， 那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人，也不能说非常多，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哈，那非常忠心，从头到尾都有看影片的哈。那我们非常欢迎你可以在下面在那边提问题哦，在留言那边提问题，我们可以帮你问哦，或者是你进入连结就可以进入直播会场哦。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 Kevin 提出来的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聆听到内在的情绪呢？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情绪才是我真正的情绪呢？要怎么样才可以聆听？那我们这个就要来上课咯。这是另外一个课程。我们再追补另外一个课程啊，因为这个要听呢，是要慢慢的去了解，然后去帮助大家做一个情绪的测试。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做情绪测试，下次我们可以做情绪测试，还有做压力测试，然后才看得到说你的压力影响到你的情绪，还是说你的情绪带出来是什么原因，那这是很重要的。好，谢谢。我们又加开了非常多的课哈。那有一个人OK，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有些听到说对啊，有些人也说到疫情期间离婚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预告一下，星期四我们也会有夫妻讲座哈，也是这样线上的方式。然后呢，欢迎大家报名，然后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室来参加。那不知道我们现场的已经进入直播室的人，有没有人要举手发言的？有人举手发言吗？安琪吗？好像看到他举手。好，他也进来了。OK， 安琪，你要回应什么？我是想问我说如果人有情绪了，或者是负面情绪，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有什么练习可以做吗？ OK， 负面情绪的话呢，看他是夫妻关系的负面情绪呢，还是外界给他的负面情绪呢？这要分别出来了。是外界的负面情绪。OK， 我们通常就说，当外界给你的负面情绪的话，你要找出说，是影响到他的自我形象呢，对他是一种评级呢，还是说，是哪一类的？因为外界环境影响刺激呢，引发他的情绪的话，最重要就是说，是针对他个人的价值呢，还是对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对他的评价呢，导致他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然后这负面的情绪呢，你可以看到说，你可以形容一下他的负面情绪是指哪一方面的负面？忧郁。OK， 忧郁的话就是说他带给他烦恼，是吧？
对未来不确定。对未来不确定，那就是影响到他那个方向，他的人生方向嘛，是不是那就要找出是说这个人是可以决定他未来的方向的人吗？还是说你自己可以决定你未来方向的？因为你容许别人来影响你未来方向，还是你觉得不允许对你很这样分辨出来哦。还有说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如何，你很在乎他，导致你不舒服，那你就要先决定说自己的前面方向要不要让这个人来影响你，因为是外别人给你的影响。事实上呢，夫妻两个就要去商讨了，不需要容许别人来影响你们决定未来的方向嘛。那如果说负面的情绪的话呢，通常就说有人给我一些负面的感觉的时候，我做的方式是怎么样？我就去唱歌，然后对着没有人的地方我大喊3声先疏导一下你的情绪。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呢？好，谢谢。有，谢谢。好，不客气。好的，好，那下一个是谁要进来？是杨杰还是阿兰？我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师母讲的这个今天讲的就让我自己其实又再一次的好像重温了当时去开始了解自己情绪的一个过程。原来真的是对情绪是麻木的，然后压抑和隐藏的。但是自从了解了之后，我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所以我常常不管是脸上表情肢体，然后常常都是有情绪的。但是就像师母今天有说的坏的我和弱的我常常表现出来的让人感觉是愤怒，但是其实里面的是很深的悲伤。所以当自己了解了之后，可以去观察自己的情绪。那我也是一样会记录下来，有的时候然后会去思考，我今天为什么会对这个人的这句话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那是引发了我什么样原来的情绪记忆。那当我去慢慢的了解自己之后，就会开始发现同样的事情可能有一些情绪开关就总是在那里，所以就会去了解到当我感觉到被拒绝，感觉到不被肯定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有那个情绪出来。那但是要学习就管理，就不会那么快的有所行动的反应，就是让自己明白 OK， 那我下一步就开始就不像原来是完全无意识的反应，就现在有意识的就会管理，就会知道说我下一步该怎么样是一个理智的一个反应，就不会把那个情绪留在自己里面伤害自己很久。那我觉得今天师母的今天的这个让我又重新的觉得回忆起，的确这个疫情天天压抑在家里有一点是有一点多了。好，那是很好的，大家透过这个机会，大家把情绪再发一发好好的疏导是很重要的，我们都要说话嘛，对不对？长久对一个人，自己一个人的话，没有人跟你说话，那也是很辛苦的，总是要有个对话的一个渠道嘛，是不是？OK， 好，谢谢你，谢谢杨姐。然后呢，我为了要换一下情绪，换了个造型，是老公要我换造型，那表示说，那你很开心吗？很开心，对啊，其实蛮开心的。我今天其实很神奇，遇到就是刚刚出去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那他最近也有情绪的困扰哈。然后他也一直在线上听哦，可是他不好意思问，那我帮他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跟孩子有冲突，那这个冲突就是说一直都是这样，可能就是每次孩子就触到那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发火，可是孩子又常常每天都要故意去戳我那一点，这样子，然后我就每天发火，
这样子是不是就是？然后我就每天告诉自己，好，我不要管他，然后去可能就是去外面安静啊，处理一下，然后孩子会后来又道歉，就是一直重复的话，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呢？有别的方法可以来解决？这样子。事实上，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情绪是我们刚刚过去1个小时讲情绪是讲到说一般性的啊。但是呢，刚刚你所提的话就是亲子关系的情绪的疏导啊，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哈，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呢，我们都有我们的原生家庭，那我们原生家庭呢，我们父母的那个情绪的一个处理方式，影响到我们对情绪的处理方式。那同样的，可能我们不察觉的时候，我们不认知自己的情绪的处理方式的话，我们可能就用旧的处理方式来要求我们的孩子，但是孩子不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怎么样去适当的处理情绪的话呢，孩子呢他也不晓得你的情绪是怎么样，而事实上孩子他们是很敏感的，只是说他们无法表达他们对你的一个想法。那有些时候父母就要有自觉性啊，要认知啊，因为我们过往呢跟父母的关系呢，深深的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呢，不能解的结呢，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跟我们配偶的关系，还跟我们孩子的关系。那我想说呢，我们在讲情绪的时候，还要讲到沟通啊，因为这个你刚刚问的问题呢，他那个姐妹的那个太太问的问题呢，可能也跟他的亲子关系的沟通互动关系有影响的。那如果这个就要讲亲子沟通了，是的，所以我们下礼拜就开亲子沟通吗？我自己给师母预约了这样子。因为还有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呢，刚刚在讲到说那个情绪的部分哈，情绪部分本身呢，我们也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要被人家接纳，我要找个人接纳我的情绪。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里头缺乏不了一个就是爱，对不对？那我们讲说神的爱嘛，神是爱嘛，那怎么样去彼此相爱，以至于我可以接纳他的不可爱的情绪，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我们讲说耶稣是爱嘛，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表达接纳？那譬如说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嘛，讲爱的诗篇嘛，不求自己的益处。明明我都是为他好，为什么他不能了解？那这个就是牵涉另外一个课题啦，爱的语言，5种爱的语言。太好了，连续1个月都有的讲了。啊，对，有的讲的。好，那接下来刚才我们的阿兰姐妹传道呢，她也有问题要问哈，那我们请她来上场。我想说发在那个在网络上发一个问题。对，如果是一个人不知道说自己的情绪麻木的话，要怎么样去察觉，然后去恢复呢？事实上对，想问师母。OK， 事实上情绪呢是不会麻木的。你一天活着还是有情绪，只是你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你是用那种冷却它，把它当作放它丢在垃圾桶那边，不理它。但是如果有一天遇到有人按到你的情绪按钮的时候，那就爆开了。但是另外一个就还有一个人就是把他的情绪封锁，把它封锁起来了，就是不让它出来了。那这样子呢，对，那就是你所谓的是麻木的。伤的太深了，他已经感觉到那个情绪是会有情绪的，他只是宣告说我不要去理他了，因为他没有能力去处理他。所以说要健康一点，要去好好处理情绪啦。那以现在的就是说大家都是在情绪这方面更多人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当下的话，
是不是大家能够更好的有能管理到这一块，还有是能够更加的认知呢？因为我们说情绪，我们是从可以学习的，可以有认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用思维来管理我们不用思维来控制我们的情绪，因为通常是情绪大过我们的思维，不是思维大过我们的情绪，因为情绪是不被思维控制的，因为情绪跟我们的神经是有关系的嘛。比如说你一声打下去，你就说不能叫，你还是叫啊。控制不了，对不对？你被老鼠咬，不能叫，但是你还是要叫，好痛哦。因为这是情绪跟精神系统、神经系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说控制它嘛，要懂得怎么去控制，就是说从人来的话语的伤害，我们应该可以学习怎么去饶恕，怎么样去接纳，那怎么样去健康的处理是很重要的。Okay. 那我可以回馈一下关于当我认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嘛，像我如果是在差不多在3年前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在，可能是我接触的范围比较狭隘的一个关系吧。但是当我有机会听了师母在这些课堂里面，虽然是陆陆续续的，也因为我的一些的关系没有持续的听到一些课，但是我是觉得说真的是有帮助到有帮助到，就是会直接的会去正视自己的情绪这方面，是我也是慢慢的去了解了，因为有些时候就像师母也讲到，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就是说为什么当下我们会有那个反应像刚才杨姐妹有讲到说，有些是根本就是那个情绪里面的记忆，我们不知道说以前我们有过这方面的伤害，或许是被惊吓到因着上课的关系，真的我还是觉得说能够有更多人能够学习到，或许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无论是认识情绪也好，或许是慢慢的去了解它也好，我想是能够让一个人过得更开心的，这样子就想回馈一下，也非常谢谢。不单是之前也经过陆续的，还有是今天师母也在各方面的这样子讲解里面谢谢。谢谢主持人，今天很棒哦，还有很多头饰漂亮的让大家看为了让大家不要漂亮了。对，非常感谢。谢谢你们2位辛苦了，谢谢大家都一起学习啦，好，那我们的那个凯莉安琪夫妻呢，他们在后台呢有说到盔甲穿厚一点，就不怕别人捅你一刀了。很好玩。安琪，你还有话说是不是？是吗？没有，他有。他有话说，还有话说，还没有。没有了，我只是说麻木的意思，难道是说就是把盔甲穿多穿厚，穿好穿满，就不用怕别人捅你一刀了，是不是？麻木也不是这样他所谓的麻木呢，就是说他不理他，或者是他被伤的太多了，他已经无力去处理了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情绪封锁，我们把它锁在你的记忆里头，不让它出来。那这个随时随地呢，来一个更大、更强烈的一个很重量的按钮，把你按下去的时候，你那一天可能就爆开了，就像压力锅啪出来了，只是还没有到那一刻，只是说暂时被封锁而已我想说呢，每个人会有麻木、情绪麻木的那种状态的话呢，只能说他吃药的时候，他就完全麻木了。对不对？有些忧郁症，医生给他吃药，吃了他浑浑沌沌。
你说他解决了吗？没有，他只是吃药帮助他按住那个情绪发作而已。还是要彻底的要去处理他内在的一些过去的创伤。有人是创伤太多了，然后他没有力气去面对，他就让他算了，告诉自己啊，这个情绪呢，他处理不来了，那就要找人帮忙他把他处理他的情绪了。好，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回应呢？有吗？好，那我们刚才有人问到说我们要怎么进这个直播现场哈，他非常努力想要进来哦，真是太感动了哈。那你要去按那个连结哈，不知道我刚才在那个留言那边也有发送的那个连结哦，那就是你可以点那个连结之后呢，你需要输入自己的名字，然后你就可以进来我们现场哦。但是呢，你需要用 Chrome。就是你的浏览器呢要用 Chrome， 或者是如果你是用 iPhone 的人，你需要把你的连结复制到 Safari 去贴上，然后才能进来哦。就是如果用 iPhone 的人呢，需要用 Safari， 那其他的人呢，建议你用 Chrome 的这个浏览器就可以进来我们的现场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还是有一点点时间嘛，对不对？我们是从3点开始啊。我们是说90分钟啊，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好，那我们来讲说那个情绪呢，跟基督徒有关系的，怎么样去处理情绪呢？是有另外一个方式哈。那不在今天讲，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课程。那因为这个我们讲到说，原生家庭影响我们很大啊，原生家庭影响我们5个层面。我们5个层面呢？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5个层面呢是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第一个呢，我们在家中的排行是老大、老二、老幺啊，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父母跟我们的一个沟通方式的模式。那在沟通方式的模式呢，他们讲话，沟通的是讲话嘛，那有些不讲话，有的是指责的，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这是成为我们情绪的基地啊，这是我原生家庭的印象。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华人呢，有些家庭呢很注重这个重男轻女，所以我在处理个案的时候呢，有些女孩子是家中是完全是重男轻女，所以她的情绪一直是在重男轻女的一个被表示的，不觉得女孩子反正就要这样，所以呢，他们就是现在是说家中的被所以你说父母的严重的他不是最讨厌的，儿子是最讨厌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呢，那些女孩子们呢，她可能受到父母话语的影响，让她觉得说她没有价值啊，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原生家庭影响到一个人他的情绪的累积啊，这个情绪的累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真正的沟通模式，我们家中的沟通模式，父母对我们的沟通模式不能很不说话，只能让我们安静去说话，那你要说话又被打压的，那这也是影响到我们情绪的表达哈。所以很多的一个还有个性，还有品格、性格啊，这些都是我们出生的性格，也影响到我们怎么样。有些时候你不自觉说，哎，为什么这个人不能这样表达，那个人不能这样表达？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呢，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的表达方式。有些人是讲话呢是比较具体的，1、2、3、4点就结束了。但是呢，有的性格讲话呢是要让他表达的清清楚楚，让他讲细节的。那如果你不让他讲细节的话的人呢，他被打岔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情绪不太好了啊。然后在这里呢，我还跟你讲一下最近我新的发现哈，因为我有个研究就是说，有些人情绪，我们说有些人是比较理性的，有些人是比较感性的。那感性的人当中呢，又分好几种了。那有一种就是特别敏感的人，那有一个 oversensitive， 特别敏感的人呢，他的情绪的一个互动呢，他很在乎，他很在意人家讲话，很在意人家的眼光，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课题的。那是这些他的情绪的内在的情绪很丰富的，但是他如果没有处理得当的话呢，他真的是会很消沉的哈，甚至他怕被
被人家伤害，被人家伤害之后呢，他就躲避、逃避，甚至离开这个社群，甚至离开社会。这个就是我不是讲到说忧郁症，只是说特别敏感的人，他没有达到忧郁症，但是他特别太过敏感了那这是另外一个研究的报告出来，有这样子的一个主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情绪呢，我们要懂得说，记得我们基督徒每个人记得，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那神既然创造我们有情绪，那我们怎么样去正视我们的情绪，不要把情绪当作不好的那我们就要去说我们怎样去了解我们的情绪。那鼓励大家可以去买书看看先了解这个基本的概要还记得那2本书。那如果说你想要看那个情绪四重奏我们有录音带，有 DVD 片也有书籍。那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到真理堂或是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在这个直播的那个信息里头留言，那可以把你的电话告诉我们，然后可以联系你那你可以联系我们那我们就可以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希望呢当然我们主日直播还会有存在的那如果需要的话告诉我们，会告诉你的。如果说你需要听这些书DVD还有录音带我们就可以给你这个便宜的价钱给你们好吗？好，来，我们时间到了，那我们欢迎刚刚上来分享的几个人都全部出来好吗？每个人都出来，每个人都上来。麦克风，杨姐、安琪、凯丽、赵蕊、阿来，我们可以上来。非常感谢贺弟兄在上面一直留言然后他很开心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那我们也欢迎你下次进到我们直播现场那所有的人对，我们出来跟大家大家 say hi 还有凯丽、安琪和夏蕊呢，夏蕊的相片呢？赵蕊不见了，黑粉呢？我在这里。你的老公。赵蕊呢？好啦，大家太好了。欢迎下周好，谢谢大家下礼拜有故事讲座好，那我们就先再见，欢迎关注我们梦谷真理堂赵蕊出来了，赵蕊 ，hello， 我照一张相合照。